你相唔相信呢個世界嘅背後，其實一直都係被一股神秘嘅勢力控制住嘅？一隻眼，一個未完成嘅金字塔圖案，又點解會喺美金上面出現嘅呢？如果我話200幾年前已經有人寫好咗今日呢一個世界嘅劇本，你又信唔信啊？喺荷里活電影裏面，或者格林美嘅頒獎禮，甚至你1蚊美金上面，你都唔難發現一啲好神秘嘅符號。一個未完全起好嘅金字塔，同埋喺佢上面散發住神聖光芒嘅傳世之眼。好多人都會話啦，呢啲純粹係流行文化嘅噱頭嚟嘅啫，或者係藝術家嘅設計巧合啫。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原喺250年前，一個由頂尖嘅科學家、哲學家同埋政治精英組成嘅秘密組織，就已經制定好一個叫做新世界秩序嘅終極藍圖。而我哋今日過緊嘅生活、爆發緊嘅戰爭，甚至係金融海嘯，都只不過係佢哋劇本裏面嘅其中一幕嚟嘅啫。你又會唔會覺得我有啲危言聳聽啊？一聽到光明會或者影子政府，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網絡傳聞啦，或者係憤青嘅幻想。但係如果我同你講，呢一個組織喺歷史上面係真實存在㗎，甚至連當年嘅美國國庫裏面屬於共濟會高層嗰幾位人物，佢哋都曾經喺私人嘅信件入邊極度警惕過光明會嘅滲透，你又會點諗？今日我要用最真實嘅歷史檔案、解密信件同埋社會學嘅集體意識投射，去拆解下呢一個統治世界陰謀論嘅終極大魔王——光明會。到底佢係一個真實存在喺深層政府嘅幕後黑手啊，定係佢只不過係人類大腦喺面對混亂世界嘅時候，因為缺乏咗安全感而幻想出嚟嘅虛擬敵人呢？歡迎返嚟解密時機，我係天南。如果你仲未訂閱解密時機嘅話，麻煩你幫手撳下個訂閱掣、讚好同埋分享呢一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你嘅每一份支持都係對我哋團隊最大嘅鼓勵嚟㗎。有時間記得睇埋啲廣告喎。喺度先多謝大家嘅持續支持。要講光明會，我哋首先就要時光倒流，翻返去1776年嘅5月1號，德國巴伐利亞呢一度，亦即係一眾足球迷都好熟悉嘅一個地方——拜仁。我哋首先就去睇下光明會嘅起源先。好多人以為光明會一開始就係一個崇拜惡魔、搞神秘儀式嘅組織，但係歷史嘅真相往往都係比傳聞更加諷刺嘅。創辦人叫做阿當維索茲 （Johann Adam Weishaupt），佢係一位好著名嘅哲學家。24歲嗰陣就已經喺大學度任教㗎啦。佢係一位教會法同埋實踐哲學嘅教授。當年歐洲嘅天主教會同埋封建嘅貴族，佢哋係擁有住絕對嘅權力㗎，思想係極度保守。維索茲教授佢就覺得啦，人類嘅大腦應該係要被理性同埋科學去覺醒，而唔係只係俾宗教盲目咁控制啦。於是佢就創立咗一個起初只有5個人嘅組織，叫做光明會 （Illuminati）。Illuminati 呢一個名佢係源自拉丁語㗎，意思就係受過啟蒙、光明嘅人。聽落係咪好正氣，充滿咗正能量呢？佢哋當時原始嘅徽章根本就唔係咩惡魔之眼，而係代表智慧嘅貓頭鷹 Owl of Minerva。維索茲教授佢就明白，如果擺明車馬反對教會嘅話，基本上同自殺冇分別㗎。於是佢就借鑑咗共濟會嗰套嚴密嘅入會儀式同埋階級制度，開始喺全歐洲嘅知識分子、貴族同埋政要圈裏面招攬人才。短短幾年裏面，光明會嘅成員就已經擴展到2000幾人啦。裏面甚至包括咗歐洲論壇一代宗師歌德添。佢哋嘅終極目標係透過滲透政府同埋教育機構，最終令到宗教同埋君主制喺呢個世界上面消失，建立到一個由理性統治嘅烏托邦。但係呢一個世界最頂尖嘅精英聚埋一齊，權力太大啦，必然係會引起咗當權者嘅恐懼嘅。1785年，巴伐利亞嘅諸侯發佈咗一個格殺令，宣布光明會係一個非法嘅組織，維索茲就被逼流亡啦。官方記錄檔案全部都被沒收。喺歷史學家嘅眼裏面，真實嘅光明會喺創立都未夠10年嘅時候，就已經喺歷史嘅舞台上面徹底消失咗㗎啦。但係事情又真係咁簡單咩？點解後來嘅傳聞
會將一個追求理性、追求科學嘅組織抹黑成為一個信奉路西法，亦即係信奉撒旦嘅邪惡教派咧。換句話講，光明會一開始其實唔係咩黑暗組織嚟㗎，而係當時最反黑暗嗰一班人。喺神秘學裏面，路西法嘅拉丁文嘅原意其實係叫做執光者或者啟明星。當初嗰班精英追求嘅啟蒙，自稱係為咗光明，結果喺當時極度保守嘅宗教世界裏面，就被教廷同埋外界定性為背叛上帝、崇拜魔鬼嘅路西法嘅極端組織啦。而呢一個被宗教追殺嘅烙印，不單止冇隨住組織嘅解散而消失，反而變成咗一個神秘嘅黑色符號，靜雞雞咁去到大洋嘅彼岸，一個新嘅大陸，甚至印咗喺全球最強大嘅貨幣上面添。既然官方歷史話光明會已經死咗啦，咁點解喺200年後嘅今日，佢哋嘅名聲反而好似越炒越熱咁嘅？甚至變成咗控制世界嘅代名詞添。呢度我哋先睇下一件我哋每一個人都見過一個物理印章，1蚊嘅美金紙幣。試諗下，正常一個國家嘅銀紙，通常就梗係有翻啲本土最引以為傲嘅特色嘅嘢噶啦。好似我哋香港嘅紙幣，好有本土特色啊！我哋會印獅子山，我哋會印中銀大廈，或者代表香港精神嘅圖案。但係諗翻，美國作為一個當時啱啱建國、充滿活力嘅西方民主國家，佢嘅1蚊紙幣後邊居然係印咗一個風馬牛不相及，屬於4000年前古埃及嘅金字塔。更加詭異嘅係，呢一個金字塔嘅頂部係斷開，未完全起好嘅。一個未完成嘅金字塔，佢個頂部係懸浮住一隻全視之眼，而呢一個徽號就係美國建國嘅國徽啦。金字塔嘅底部嘅一串羅馬數字，如果你換算翻過嚟，就係寫住1776年，代表咗美國獨立宣言發布嘅年份。但你有冇留意到啊？1776年嘅5月1號，同時亦都係巴伐利亞光明會成立嘅日子嚟嘅。更離奇嘅係，金字塔下面寫住一行拉丁文 Novus Ordo Seclorum， 意思就係時代新秩序，亦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新世界秩序啦。你就可以話呢個純粹係時間上嘅巧合啫。但如果我哋用更深一層嘅符號學去拆解，你就會發現到1蚊美金背面佢隱藏住一個令人更加毛骨悚然嘅設計。如果我哋喺1蚊美金背面嘅金字塔上面畫一個代表神秘學力量嘅六芒星，你將六芒星嘅頂端對準金字塔嘅頂部嘅全視之眼，其餘5個角居然係會精準無誤咁圈住咗周圍拉丁文入面嘅5個字母。呢5個字母分別係 MASON， 合埋一齊，正正就係 Freemason 嘅 Mason 共濟會。聽到呢度，你覺得係牽強啦，定係覺得越嚟越唔尋常呢？美國建國嗰班大佬之中，包括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佢哋都確認咗係共濟會嘅成員噶啦。而有陰謀論者推測，當時流亡嘅光明會成員係可能係會滲透咗去共濟會嘅分會裏面。但係呢個講法就冇辦法確切用歷史文獻去證明啦。結果兩個原本截然不同嘅組織喺歷史嘅名簿裏邊，好似發生咗量子糾纏咁，將嗰啲象徵控制、象徵啟蒙嘅符號，被陰謀論者解讀為帶有魔鬼嘅密碼，實體化咁印咗喺全球最強嘅美金後邊。但問題係呢啲係設計嘅巧合啊，定係我哋後人過度解讀咋？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又會覺得天哪，呢啲幾百年前嘅政治離我哋太遠啦。放心，今日我會帶大家睇一個離我哋最近又最不可思議嘅現象——多明卡。呢一副牌係由一位叫做史提夫·傑克遜 （Steve Jackson） 嘅設計師設計嘅，喺1994年發行。最恐怖嘅係呢一副30年前嘅產物，佢竟然能夠精準咁預言未來世界嘅一啲災難。其中有一張卡牌，畫住2座摩天大樓中間爆炸，個名就叫做恐怖分子炸彈。畫面同2001年發生嘅911事件竟然係一模一樣。另一張叫做5角大廈嘅牌，畫住咗5角大廈中間起火中彈，甚至卡牌入邊仲預言咗美國總統大選嘅結果，大流行嘅全球生化病毒爆發添。你試諗下，一個普通嘅遊戲設計師
如果背後冇一個掌握住未來命運藍圖嘅影子政府喺度，或者一個秘密組織放風俾佢，佢點可能喺30年前就將世界大事預測得一清二楚？但最令人心痛嘅，似乎人類面對緊嘅災難，都係跟住呢一本一早寫好嘅劇本去行緊。其實唔單止係光明卡㗎，呢一股神秘嘅力量，似乎一早已經滲透咗入去我哋嘅流行文化。我哋平時睇嘅大 show 或者格林美頒獎禮，你有冇留意到嗰班後生仔追捧嘅超級巨星，好似 Jay-Z， 好似 Beyonce， 佢哋甚至一啲當紅嘅韓星，佢哋喺開 concert 嗰陣都不約而同好中意用雙手擺出一個三角形嘅手勢㗎，一係就特登用一隻手遮住一隻眼。喺神秘學入邊，呢一個叫做單眼手，亦係全視之眼嘅變種嚟嘅。唔通連娛樂圈都已經被光明會徹底嘅控制咗？坊間一直都係一個好繪聲繪影嘅講法㗎，話好多頂尖嘅歌手明星其實都係同光明會簽咗一份靈魂嘅契約。光明會喺幕後給予源源不絕嘅資源、名利同埋頂級嘅流量你，代價就係你要做一個天王巨星之後，變成佢哋嘅洗腦工具，幫手喺全球幾億個粉絲面前散播一啲神秘嘅信息。聽落去係咪好邪惡啊？好似好真實咁樣呢？但係如果我哋換一個角度去睇，由現代心理學同埋大腦科學去睇呢件事，會唔會成件事其實有另一個可能性？人類嘅大腦天生就有一種好得意嘅機制嘅，叫做虛假圖形識別。喺幾萬年前嘅原始人時代，我哋嘅祖先佢為咗生存，一定要喺亂糟糟嘅草叢入邊，用最快嘅方法、最快嘅速度去睇下有冇一隻老虎嘅眼睛望住自己。呢一種求生嘅本能，留到今日就變成我哋嘅大腦裏面極度敏感。無論個世界幾混亂都好，我哋都好渴望喺入邊揾到一個圖案，去拼湊出一個合理嘅解釋。所以有科學家就推論啦，今時今日嗰班頂尖嘅巨星同埋佢哋嘅營銷團隊，有冇可能根本唔需要真係去加入呢一個組織？因為佢哋只需要知道一樣嘢，只要喺鏡頭面前擺出嗰個三角形或者遮住一隻眼，呢一個充滿神秘感嘅符號，就會好似一粒催化劑咁樣，瞬間觸動到全人類嘅大腦最敏感嗰條神經。到時網絡上面就會有成千上萬嘅網民自動自覺幫佢哋逐格去解密，瘋狂咁討論，甚至幫佢哋腦補翻1萬個字嘅陰謀論劇本。而呢一個亦正正係現代互聯網最厲害嘅流量密碼。如果真係咁，你以為自己喺度揭露緊世界嘅真相，但係有冇諗過你大腦入邊嗰份好奇心，其實咁啱就係調教到嗰個商業市場嘅某一個頻率完全一樣呢？你兩者一拍即合，到最後我哋到底喺度反抗緊陰謀論啦，定係喺度不知不覺間幫人哋完成咗一次最成功嘅病毒式行銷？如果你而家開始懷疑，留言話俾我知啊！聽落去係咪好耐人尋味呢？其實人類歷史上面之所以永遠都有寫唔完嘅陰謀論，未必係因為真係一班壞人喺幕後操控嘅，相反係因為呢一個真實嘅世界裏面，往往太過隨機啦，太過殘酷。比起去接受世界原來根本冇人掌舵呢一個令人心慌嘅真相，我哋嘅大腦反而寧願去相信呢一個世界係一個大魔王喺度控制緊嘅。因為只要揾到一個可以怪罪嘅對象，呢一個瘋狂混亂嘅宇宙，聽落去就好似變得合情合理咗啦。所以用符號同埋集體潛意識嚟睇，真正嘅光明會可能從來都唔係一個實體嘅組織，其實只不過係我哋每個人心裏面對於未知嘅世界嘅恐懼同埋想掌握命運嘅投射嚟嘅啫。與其每日都去糾結自己係咪俾無形嘅規則控制住，倒不如好好利用你而家呢個珍貴嘅自由意志。真正去控制你嘅唔係呢一個世界，而係你對現實嘅理解。陰謀論最可怕嘅地方唔係佢嘅存在，而係佢可以控制你點樣去理解現實啊！今日嘅解密時機就嚟到呢度啦。你平時喺生活入邊又有冇見過一啲咩令你覺得好匪夷所思，好似暗藏咗啲密碼嘅符號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下。不過講開又講，既然今集我哋提到，只要擺出某一啲特定嘅手勢，網絡嘅演算法就會自動俾源源不絕嘅頂級流量你啦。唔知天藍而家喺鏡頭面前擺出呢一個手勢，再加埋我哋頻道嗰隻 logo 眼仔，呢條片佢個 view 數係咪即刻會幾何級咁樣彈上去呢？
希望 work 啦。如果你中意天藍，今日用理性同埋歷史去拆解光明會嘅角度，記得幫手點個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保持好奇，保持清醒，我係天藍，我哋下一集解密時機再見。